晚餐吃得太晚，对长辈来说真的很危险。我必须一开始就提醒您，这个习惯正在让血压、血糖和心脏在半夜承受巨大的压力。很多人以为只是宵夜一碗面、半份饭团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但在医院里，我看到的确是一次次半夜送进来的急诊病人。根据国健署的资料，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中，有超过一半同时面临三高问题。而在众多生活习惯里，吃晚餐太晚或半夜再加一餐，是最容易被忽略，却又最危险的一项。当血压在睡眠中突然飙升，或者血糖在半夜剧烈波动时，中风与心脏病的风险就会悄悄增加。这些情况并不只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也可能正在威胁您。我是林医师，20多年来在区域医院照顾无数高龄病人，我深深明白，许多长辈之所以吃得晚，不是贪嘴，而是因为习惯、孤单或者睡眠品质不好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我更希望今天能和您一起好好谈清楚，为什么吃晚餐太晚会成为长辈健康最大的隐藏杀手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诚恳地邀请您，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，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若觉得还需要改进，请输入0。每一个回音对我来说都是最珍贵的鼓励，请您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将会告诉您，晚餐太晚吃究竟带来哪4大危险。了解这些隐患，或许就能避免一次突如其来的中风或心脏病。那么第一个危险是什么？就是血压在半夜的骤然飙高。让我们先从这里开始。许多长辈会说，我只是晚点吃饭，应该没差吧？其实差别非常大，因为吃晚餐太晚会让血压在半夜承受突如其来的压力。原因很简单，当我们进食时，身体需要把大量血液分配到肠胃，帮助消化。这个过程会让交感神经兴奋，就像是踩下油门一样。若是用餐时间拖到9点、10点甚至更晚，原本应该慢慢放松、准备入睡的身体，却被迫进入加速状态。结果就是在半夜，血压往往比白天还高。临床上，我常见到一些患者，明明白天血压还算稳定，但半夜却因为血压突然飙高而感到头晕、心悸，甚至紧急送医。国健署也提醒过，高龄者在睡眠中出现血压波动，是引发中风的主要危险因子之一。一旦脑部血管在这种压力下破裂，后果往往是无法逆转的。更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一种半夜血压暴冲不一定会有明显的指兆。很多人隔天醒来只觉得头沉沉、精神差，就以为是年纪大、睡眠不好，却不知道身体已经经历了一次危险的挑战。长期下来，血管就像橡皮筋一样不断被拉紧，越来越脆弱。所以，如果您发现自己或家人常常在半夜醒来，伴随头晕或心跳加快，不要轻忽，这可能和吃饭时间拖得太晚有关。越是高龄，这样的风险就越高。了解了血压的危险之后，我们还要面对另一个常见问题，那就是血糖的剧烈波动。这是许多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忽略的陷阱。除了血压以外，晚餐太晚还会带来另一个隐形的危险，血糖的大起大落。这一点对许多已经有糖尿病倾向或血糖不稳的长辈来说特别关键。当我们在深夜进食，尤其是饭团、面食、米浆这些高淀粉或高糖分的食物，血糖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升高，身体被迫释放大量胰岛素来把血糖压下来。可是这样的急拉急降，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，不仅让胰脏过度疲劳，也会让心脏和血管承受冲击。
很多长辈会形容，半夜吃过东西后，常常觉得心悸、冒汗，甚至醒来口渴、头晕，这些都可能是血糖剧烈波动的信号。可惜的是，因为不会马上出现严重后果，常常被当作小毛病忽略。但其实长期这样下去，血糖控制会越来越困难，糖尿病的并发症风险也会大幅上升。在临床经验里，我见过不少病人，白天血糖还算稳定，但因为半夜习惯吃宵夜，结果检查数字总是反复波动，药量也不得不一直增加。这样的状况不仅增加医疗负担，也让生活品质明显下降。您是否也曾在半夜吃东西后感觉过心悸或冒汗？如果有，欢迎在留言里分享经验。您的故事也许能给正在犹豫的人一些提醒和勇气。血糖的问题常常是悄悄累积的，不会立刻表现出来，但随着时间拉长，它和血压一样，都会成为引爆危险的火种。那么，除了心血管和血糖之外，吃晚餐太晚还会对哪个器官带来最大压力呢？答案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肠胃。晚餐吃得太晚，还有一个常见却常被忽略的后果，就是消化不良与胃食道逆流。对许多年长者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不舒服而已，更可能成为影响整体健康的重要因素。当我们在深夜进食，食物还没有被充分消化，身体却已经进入准备休息的状态，这时候肠胃的蠕动速度变慢，胃里的食物容易停留太久。结果就是很多人躺下后会觉得肚子胀胀的，甚至出现反酸，喉咙有灼热感，这就是典型的胃食道逆流。胃食道逆流不仅让人睡不好，长期下来还会伤害食道黏膜，造成慢性咳嗽、声音沙哑，甚至增加食道发炎的风险。我有一位病人常常在半夜醒来咳嗽，以为是气喘，检查后才发现是晚餐吃太晚引起的胃酸逆流。这样的状况在高龄患者中并不少见。另外，消化不良还会导致半夜频繁醒来，精神无法完全恢复，第二天起床往往觉得疲倦，注意力不集中。这不仅增加跌倒的风险，也让整体生活品质下降。对需要长期控制三高的长辈来说，睡眠不足与肠胃不适会形成恶性循环，让病情更加复杂。所以，如果您常常在晚餐后觉得胃胀气、容易反酸，或者睡到半夜被呛醒，请不要忽视，这很可能与吃饭时间拖得太晚有直接关系。调整作息，比吃再多药都来得重要。我们已经看见了血压、血糖和肠胃三方面的危险，但这些还不是全部。还有一个影响经常被低估，那就是睡眠品质本身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为什么晚餐太晚吃会破坏身体最需要的休息。睡眠对长辈来说比任何保健品都更珍贵，但如果晚餐吃得太晚，或在半夜再加一份宵夜，身体就很难获得深沉的休息。原因在于，当食物进入体内，血糖会上升，胰岛素也会大量分泌。同时，为了消化食物，交感神经被持续启动。这两个反应加起来，会让大脑处在清醒状态。即使人已经躺下休息，也不容易进入深层睡眠。对许多高龄者来说，这正是半夜翻来覆去、浅眠或频繁醒来的重要原因。长期睡眠不足，不仅让白天精神不佳，还会直接影响血压与血糖。研究显示，缺乏深层睡眠的人，三高的控制会更加困难，免疫力也会下降。对脑部来说，晚上正是清理废物、修复神经的时间，一旦休息不完整，退化与失智的风险也会悄悄增加。在临床经验中，我常听到病人说：“医师，我晚上常常睡不着，所以就起来吃点东西，好像能比较放松。”
但事实上，这样只会形成恶性循环，因为吃东西破坏了睡眠，睡不好又更想吃东西，最后让身体承受更大的负担。睡眠是人体最自然的修复机制，如果我们在错误的时间进食，就等于剥夺了自己恢复健康的机会。这就是为什么晚餐太晚吃，不只是吃得撑，而是会破坏身体最需要的夜间修复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看到4大危险：血压暴冲、血糖波动、肠胃负担以及睡眠被破坏。可怕的是，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独发生，而是会互相加成，让身体承受多重压力。接下来，我想和您谈谈这种危险的叠加效应。我们刚刚谈到的4大危险，77、血压暴冲、血糖波动、肠胃负担与睡眠破坏，如果单独存在，已经足以让人警觉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它们往往不是分开发生，而是同时出现，彼此叠加，让长辈的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。举个常见的情况，一位长者晚餐吃得晚，又选择油炸或淀粉量高的食物，结果是半夜血糖快速上升，肠胃来不及消化，躺下后胃酸逆流，睡眠品质下降。这一连串反应让血压在半夜持续偏高，脑部和心脏都处于危险之中。隔天早上醒来的第一感觉就是头重、胸闷、精神不振。这种状况日积月累，最终可能演变成重大疾病。学上称之为危险叠加效应。当血压、血糖和睡眠问题彼此影响时，风险并不是1+1等于2，而是倍数增加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似只是习惯晚餐拖到9点、10点，却突然在某一天发生中风或心肌梗塞。其实危险早就悄悄累积，只是我们没有察觉。对于高龄者而言，这样的叠加效应尤其危险，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血管弹性下降，代谢速度减慢，身体的缓冲能力早已不如年轻时。换句话说，当危险同时发生时，长辈的身体更难承受冲击。您身边是否也有人有这样的状况？如果您愿意分享，或许能提醒更多长辈提早注意，避免走上同样的路。当我们理解了危险是如何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，就能更清楚地看见，很多看似微小的症状，其实都是身体在发出的警讯。那么这些警讯到底有哪些？接下来我想带您一起辨识最常被忽视的几个信号。身体其实很诚实，当晚餐吃得太晚或半夜习惯进食时，它常常会发出一些信号，只是我们不一定重视。这些小小的不适，往往就是危险正在累积的提醒。最常见的一个警讯，就是半夜醒来时感觉心跳特别快。许多长辈以为是做梦或年纪大了，其实很可能是血压或血糖在半夜波动，让心脏被迫加速工作。长期忽略，心律不整或心衰竭的风险都会提高。另一个警讯是，晚上睡觉时经常口渴，甚至必须起来喝水，这通常意味着血糖在短时间内升高，导致身体需要更多水分来稀释。很多人把这当作正常老化的现象，但事实上，它可能是糖尿病或代谢异常的早期表现。还有不少长者会抱怨，睡到一半常常觉得胃里不舒服，甚至有反酸或咳嗽的情况，这多半与晚餐拖得太晚，食物还未消化就躺下休息有关。长久下来，不仅影响睡眠，也会对食道造成伤害。最后，白天经常感到疲倦、注意力不集中，也是常被忽视的信号。因为睡眠品质下降，加上血压和血糖波动，身体就算睡满了时间，也无法获得真正的休息。这些看似小小的症状，如果没有留意，就像红灯不断，闪烁却被忽视，最终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健康事件。既然这些警讯经常被忽略，那么如果长期持续下去，
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晚餐吃得太晚对健康的长期影响。当晚餐总是拖得太晚，或半夜习惯性的加餐，这些小小的警讯最终会演变成严重的长期后果。许多长辈一开始只是偶尔头晕、心悸，后来却发现血压、血糖控制越来越困难，甚至需要增加药物剂量。长时间的血压暴冲会让血管壁失去弹性，动脉硬化加快，这意味着中风与心肌梗塞的风险不断升高。一旦发生，不仅威胁生命，还可能让原本能自理的生活变得需要依赖他人。血糖的大幅波动则会使胰脏长期过度工作，让糖尿病提早出现，或让病情恶化。当糖尿病并发症找上门时，视力、肾脏、神经都会受到影响，生活品质明显下降。至于肠胃，长期消化不良与胃酸逆流，除了会造成慢性炎症，还可能让食道受损，严重时甚至增加癌变的风险。这些后果往往悄悄累积，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时，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。更不能忽视的是，睡眠品质长期被破坏，不仅让白天精神不济，还会增加跌倒、意外的风险。研究也指出，睡眠不足会使失智症的几率上升，对高龄者来说，这是非常沉重的威胁。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饮食作息不规律，尤其是晚餐过晚或经常吃宵夜的长者，住院率和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都显著高于作息规律的人。这不仅是数字，而是我在临床里一再看到的真实案例。或许到这里您会觉得这些危险离自己还有点距离，但其实有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。接下来我想和您分享一位病人的经历，这也是今天最重要的提醒。在我印象里，有一位72岁的张先生，他的故事让我至今难以忘记。张先生退休后，生活规律却有一个习惯，晚餐总是拖到9点、10点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在睡前再去买油条配米浆。他常笑着说，这样才算过瘾，不然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对他而言，宵夜是一种慰藉，也是日常的一部分。刚开始，他只是偶尔觉得胃胀，或是睡觉时心跳快一点，并不以为意。可是几年下来，血压越来越不稳，血糖检查数字也一再攀升。他仍然觉得这只是年纪大了的自然现象，没想到有什么大问题。直到有一天深夜，他突然感到头晕，手脚无力，被家人紧急送到医院，检查结果显示是中风。当时全家人都吓坏了，他自己更是难以接受，只是吃得晚一点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那份惊恐与后悔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默下来。经过治疗与复健，他幸运地保住了生命，但身体已经留下后遗症。医疗团队再三提醒他，必须彻底改掉晚餐过晚和宵夜的习惯。这一次，他终于下定决心改变，把晚餐提早到傍晚6点。睡前如果觉得饿，就只喝一杯温牛奶或无糖豆浆。几个月后，他回诊时告诉我，晚上不再频繁心悸，睡眠也安稳了许多。张先生的经历提醒我们，吃晚餐太晚不只是习惯而已，而是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。一个小小的选择，真的可能改变人生的走向。接下来，我想和您整理出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。张先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吃晚餐太晚并不是小毛病，而是能够直接导致严重后果的危险习惯。很多长辈认为血压高一点、血糖不稳一点没关系，吃药就能控制。但事实上，当危险累积到临界点时，一次中风或心肌梗塞就足以改变整个人生。
这也是我在诊间里最常感到遗憾的地方。许多病人本来身体还算硬朗，却因胃长年习惯晚餐拖太晚，让血压和血糖反复波动。当危险真正爆发时，他们才惊觉，原来每天看似无害的一顿饭，竟然是隐藏已久的导火线。这样的提醒不只是给张先生，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因为吃饭时间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对身体来说却是调整生理节奏的关键。当这个节奏被打乱，血管、肠胃和大脑都会受到冲击。我们需要诚实地问自己，是不是也经常因为电视节目、与朋友聚会，或单纯不想太早睡，就让晚餐一次又一次往后拖？是不是也曾经在半夜因为嘴馋而随手拿起油炸点心或淀粉食物？这些习惯也许当下觉得无妨，但长期下来，危险一定会悄悄积累。张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却重要的教训：不要等到疾病发生才回头后悔，现在开始注意吃饭时间，才是真正守护健康的第一步。那么具体来说，长辈应该如何改善这个习惯，才能既不挨饿，又能减少危险呢？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个实际可行的调整方法。要改善晚餐太晚吃的习惯，并不需要一下子彻底翻转生活，而是从小地方慢慢调整。对多数长辈来说，最重要的原则只有一句话：提早一点，减轻一点。第一步是把晚餐时间往前移，尽量安排在傍晚5点半到7点之间完成，这样肠胃有足够时间消化，不会把负担带进夜里。如果真的因胃外物拖延，可以先吃点轻食垫肚子，例如半颗地瓜、1杯无糖豆浆等，回家再补充少量主食。第二步是让分量稍微减轻。许多长辈担心吃太早会饿，所以晚餐总是吃得特别饱。其实，与其一次吃得撑，不如在白天分配得更均匀。早餐与午餐稍微加强，晚餐自然就不需要那么晚才填空。第三步是准备安全的替代选择。如果半夜真的感到饿，不要去翻油炸点心或高糖分的米浆，而是选择温热的牛奶、一小碟豆腐或是软质水果。这些食物既能带来饱足感，又不会造成血压、血糖的剧烈波动。张先生在中风之后，正是靠着这样的改变，才逐渐恢复稳定。他把晚餐固定在6点，睡前若饿，就只喝1杯无糖豆浆。几个月下来，他发现晚上不再心悸，睡眠品质明显提升，血压也逐渐趋于稳定。这样的转变让他重新找回了安心感。这就是我要和您分享的唯一改善方案，不是放弃美食，而是提早一点，减轻一点，并且准备健康的替代品，简单的调整，却能大幅降低危险。那么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内容，接下来让我带您整理一下重点，并在最后给您一个温馨的提醒：吃晚餐的时间，或许在许多人眼里只是生活里的小细节，但我们今天看到它却能左右血压、血糖，甚至是心脏的安危。对于7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吃得太晚不是小事，而是前脏的警讯。今天我们整理了4个重点。第一，晚餐太晚，血压容易在夜里升高。第二，血糖波动，慧根剧烈，胰脏承受沉重压力。第三，胃酸逆流与消化不良让睡眠品质下降。第四，心脏与脑血管在深夜更脆弱，中风与心肌梗塞的风险跟着增加。这些风险听起来沉重，但请记得，改变不需要一步到位，只要提早一点，减轻一点，并准备健康的替代选择，您就能像张先生一样，看见身体给出的正面回应。健康从来不是要放弃美味，而是学会在熟悉的生活里找到更安全的方式，即使只是往前挪半个小时，或是换掉半夜那份宵夜，
都是守护自己的开始。能够一起守护健康，比什么都珍贵。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，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更希望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关心能传得更远。最后提醒，本影片仅提供一般健康资讯，不能取代医师诊断与治疗。使用前请务必询问医师或药师。愿您每天都能在安心的晚餐后好好入睡，平稳度过每一个夜晚。